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主，互咱会当各做伙组织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因为主耶稣的疼，互咱诚做一家人，咱伫圣主日会当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即是请咱三甲用喜乐、感恩的心来唱，咱拢诚做一家人。 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行哩。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诚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诚做圣，因为耶稣日更名。 因为耶稣，咱有过活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咱的主听。因为耶稣丰富产业出事听，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 做上帝行哩，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诚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彼此爱，因为耶稣彼此仁爱三款待。 是欢喜当饮食，有时苦痛当相避，因为耶稣三甲艰苦三甲甜。感谢主耶稣，因为伊的疼，互咱诚做一家人。兄弟姊妹，是毋是你即摆甲你的身边的人讲，感谢主，互咱诚做一家人，耶稣听你。 感谢主，互咱诚做一家人，咱拢是一家人。咱的教会开始用直播敬拜，毋是干那坐伫即个所在的人咧做伙敬拜。我想伫网络顶头，伫侪所在，伫逐角落，拢有人甲咱做伙伫遮咧敬拜上帝。 感谢主的恩典，无论伫遮还是伫网络面顶，咱所有人因为主耶稣，咱拢诚做一家人。咱搁一摆用喜乐、用感恩的心来小伙来唱，咱拢诚做一家人。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 做上帝行哩，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诚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诚做圣，因为耶稣日更名，因为耶稣咱有过活的人生。 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咱的主听。因为耶稣丰富产业出事听，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行哩，咱拢诚做一家人。 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诚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蒙慈爱，因为耶稣彼此仁爱三款待。
相比，因为耶稣三艰艰苦三甘甜。感谢主，予咱真做一家人，接续咱来吟新圣诗第303首。主，我要学落你；主，我要专心感谢你；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踮伫你来欢喜快乐；我要真心、真心、真意来学落你。主，我要学落你，真心。关联为荣光你生命，主，我要学落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关联，为荣光你生命，主，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关联，为荣光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学落你。主，我要唱歌来学落你。接续咱来吟308首，我要唱歌来学落。或者用咱的心神来学落咱的主耶稣，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要唱歌来学落，学落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落，学落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落，学落耶稣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落，学落耶稣尊贵的名。对日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予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予人知。我要唱歌来学落，学落诚心亲密的听。我要唱歌。
丰盛的主啊，伊的心事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也即我今日敬的诗歌，拢是俄罗的诗歌。我想到一件代志，伫几啊年前，咱的教会历史期拢会办一个活动，叫做圣经博览会，圣经的博览会。我伫迄届当中，我印象真深。阮的家庭负责的一个主题叫做比拉加的山谷，比列加的山谷。迄是一个故事，咧讲起一个约瑟法王伊带领犹太的所在，受到外族的攻击。迄个时阵拄着真侪困难，有甲即阵共款，有足侪病情，瘟疫，有足侪困难，有足侪灾害。迄个时阵，上帝就感动人去甲约瑟法讲，约瑟法迄个时阵伊无信心，后来全国就祈祷，后来约瑟法听上帝的命令，伊就去组一个圣歌队，开始吟诗俄罗上帝。上帝就甲伊讲，征战毋是你，是耶和华上帝。所以因就唱歌吟诗，因用足大声、足欢喜的心来唱，来俄罗上帝。上帝就互因得胜，互因平安。这个故事一直记伫我的心内。比拉加的山谷，因为俄罗带来改变，是毋是咱只是咱搁一摆用欢喜条条心，咱嘛伫遮大声来俄罗咱的上帝。毋望咱即届这疫情，虽然咱台湾管控了也袂歹，毋过伫全世界，我看的消息已经超过1400万人感染，搁真严重。咱是毋是爱为着即件代志，好好来祈祷，咱搁一摆来俄罗上帝，求上帝来带领，互即个疫情会当紧紧来过去。愿要唱歌来俄罗，愿要唱歌来俄罗，俄罗上帝奇妙的听，愿要唱歌来俄罗。上帝至圣的名，愿要唱歌来俄罗，俄罗耶稣无比的听，愿要唱歌来俄罗，俄罗耶稣尊贵的名，对日出来的所在，比到日落的大海，愿要唱歌无人知。丰盛的主啊，伊的心事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愿要唱歌来俄罗，俄罗真是真的听。愿要唱歌来俄罗，俄罗诚是光明的名。愿要唱歌来俄罗。俄罗三位的上帝，愿要唱歌来俄罗，俄罗全体的上帝，对日出来的所在，比到日落的大海，愿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爱，伊的心事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对日出的所在，对日出来的所在，比到日落的大海，愿要唱歌无人知。你有丰盛的主爱，伊的心事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对日出的所在，对日出来
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愿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心思到万代，愿要唱歌无人知。也即咱爱常常吟诗学老上帝，去报人知，主耶稣是咱的救主，这个好消息。接续咱来吟新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若受就那荣耀，你的伸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星星，搁听见雷的响声，有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上帝无小伊圣行，册来世间，替人类献生命。伫世界顶，甘愿替小咱做歌，流血惨死，予我通伫永远。我心出声。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回去，天家快乐无限。我要献上甜美归那敬拜，我用上帝，我主你真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心出声。上帝生命，
咱所信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伊应该受极大的恶乐。接续咱来吟新生诗135首。求主愿你做阮牧者。最后，咱来吟求主，我少念你的时，咱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咱少念主对咱的疼到怎样？
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是请咱做伙来吟圣诗278首。上帝原本是我牧者，赏赐逐项教业，青翠草埔，互我通徛，溪水清净来食。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咱犹原徛在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道生兄，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谱，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他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
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下这只是请咱做伙用启应文37篇。启应文37篇，马太福音第6章来应答上帝的听。无伫看入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牛。试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也在饲伊。恁啥物人会用看入，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刺伤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结婚偶的时，打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迄伫迄路，上帝互伊穿到安尼。所以无伫看如讲，阮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伫为着明仔日看路。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以上，请咱搁做伙用信息141首。信息141首，耶稣做咱牧者，顾咱拢无害，抱伫伊的行程真安稳自在。咱应该着对伊倚靠伊带路，无论经过旷野还是剑草埔，请咱坐底吟全首。
这时，请咱做伙仰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主日的时，带领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阿罗你。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伫每一天拢有你的平安甲阮同在。愿你的圣神时刻保守，常常看顾阮。你的话语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带带领阮伫生活中的每一个脚步，拢有主你的祝福。恳求主也赦免阮的辜负，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免得阮得罪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愿阮所做、所行、所想、所讲，拢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愿主保守今仔日的敬拜，互讲的、听的，拢得到你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是阿乐请新歌队。
这是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今仔日要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40章11节。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要用手拍我羊仔囝抱伊伫胸前，慢慢带遐个，互羊仔囝属灵的。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21章14节到17节，以及24节到25节。约翰福音21章14节，耶稣对死人中搁活了后，出现，互伊的学生看见，这是第3摆。已经食早顿，耶稣甲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较赢遮个吗？”应讲：“主啊，是，你知我疼你。”耶稣甲伊讲：“饲我的羊仔囝。”第2摆，搁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嘛？”讲：“主啊，是，你知我疼你。”耶稣甲伊讲：“照顾我的羊。”第3摆，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疼我嘛？”彼得因为伊第3摆甲伊讲：“你疼我嘛？”就又问甲伊讲：“主，你无所毋知，你知我疼你。”耶稣甲伊讲：“饲我的羊仔。”24节，为着这个事做干净来写伊的人，就是即个学生。搁咱知伊的干净是真。耶稣所行也有侪项，若随一项来写，我拍算所记的册，世间对袂了。以上正道做耶稣所做，请曾牧师。至圣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要敬拜你。愿恳求你的圣神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怜悯阮、帮助阮，亲像早前失去耶稣这学生伫因行遐的时，主你亲自安慰因、坚固因，重新开因的心，互因认捌你的权能。主你今仔日的礼拜，阮来到你的圣殿。我要恳求上帝，你用你的圣神以及圣经话命的话，大家习惯，互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信心得到坚固。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伫今仔日的圣经咧听咧读的时，我心中问我家己一个问题：我家己的信仰。我家己的信心，减无互我伫任何的风影的中间，拢无受到影响甲惊吓。亲爱的姊妹，你敢会通问你家己？你的信心敢有够格帮助你？无论咱的人生拄着什么种的情景，你拢讲我无受摇动。今仔日这个故事对咱来讲真重要，因为伊甲咱讲，任何的人拢亲像彼得、约翰，咱伫人生风影的时，有时拢会有惊吓。愿咱通过今仔日这段圣经来得到造就，咱嘛亲像彼得，看到耶稣的时，马上就抓住耶稣的手。愿主对恁讲话。8月开始，咱的教会查经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一直咧思考讲，当咱读了经言，搁来咱要来读啥？后来我就甲查经班的遮的兄弟姊妹做伙参详。后来阮选择一个题目，就是阮要重新读耶稣的故事。阮要重新来了解伫福音书中间耶稣所讲的。每一句的话，大概要用2-3个月的时间，重新来认识咱所跟对、咱所亲信的耶稣。咱问耶稣讲：耶稣，你对我讲了什么话？然后咱问咱家己讲：我所了解的耶稣是一个什么种的耶稣？
今仔日这是一个开始，因为今仔日这个故事是耶稣甲彼得、拿但业、约翰，因伫拜一的下早，伫礼拜一的清早，因重新见面的时，因的生命得到改变。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来读约翰福音21章。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今仔日对，你若会想要得到圣经的造就，你定心安静，亲像牧师，我甲经文印出来，每一句话读，有感动我的，我伫边仔写，为什么我受感动？约翰福音是一本真特别的福音书，因为伊内底有真侪话是伫马太、马可、路加，伊毋捌安尼用的。咱所在一句上重要的话，圣经讲神爱世人，就是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所以约翰是一个真够听讲道，嘛是一个真够抓着重点，因为一生真正是互主会听改变的人。所以当咱咧读约翰福音的时，咱会得到真侪信仰的造就。今仔这个圣经中间有一句话，是约翰伊真特别，伊咧讲道，伊咧写福音书中间，伊习惯伊会记得耶稣所讲的话。咱拢知影，牧师常常甲恁讲，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真正安尼写伫福音书内底，唯一只有约翰出现25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实实在在，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阿门，阿门。信息的字其实就是阿门。所以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这句话伊真重要的表明，就是伊赢过所有圣经内底每一句假实的话，因为伊是耶稣真坚定、真严肃。”伊安尼选读的，伊就出现伫最后一摆，就出现伫约翰福音21章18节。咱伫今仔日个故事就亲像耶稣亲自对恁讲道，因为今仔这段故事，咱嘛会当来看做是国外的主耶稣，伊来找失志、消沉、放弃绝望的，特别是彼得。耶稣来到彼得。多马、拿但业，当然还有约翰，耶稣来就近伊。今仔这个故事是一个真水的故事，嘛是耶稣伫迄个所在，通过讲道各一摆来造就坚固这个门徒。所以今仔这段21章有互咱有真侪信仰的题目，甲反省的功课。所以就亲像今仔这礼拜日。伫清早的时，耶稣不知不觉来到咱礼拜堂。有牧师你可讲耶稣不知不觉来到礼拜堂。我唔知恁敢有期待讲，恁逐礼拜来做礼拜时，你会当看到耶稣。咱一世人来做礼拜，可能嘛从来唔捌看过耶稣，对不对？我嘛是这种的基督徒。但是咱敢有可能伫咱的心灵？然后耶稣忘掉，然后咱甲耶稣讲：“耶稣啊，是你来吗？”今仔这个故事讲，这学生看到耶稣的时，因唔敢问，敢有可能？3天前、4天前，我的耶稣已经死伫是咪地顶悬啊？较有可能？耶稣是你嘛？真正是你，搁活伫阮的中间嘛？兄弟姊妹，读圣经爱用这种的感情。来读，你才读有，这文图，这因所讲的圣经内底，语言所表达无够，迄种的生命的感情。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开始来读约翰福音。8月份，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若愿意伫圣经的内底来受造就，搁较深来认捌耶稣，来认捌耶稣所讲的话。咱拜六永暗做伙查经，欢迎恁来。约翰是一本真特别的福音书，伊特别是写予非基督徒、非犹太人。
所以用真侪智慧性的话，伊第一句话，约翰福音第一句，伊就讲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地。起头有真理，真理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真理。这个真理来到这个世间，充满稳定甲真理。这个道，上帝家己，上帝所讲的话，伊要带来智慧甲稳定。所以当然，约翰福音有真侪记载，嘛是伫马太、马可、路加毋捌使用的。所以伫约翰福音中间有第二种的特色特质，就是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我是。”约翰足深去感受到，当耶稣讲：“我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种的意思？兄弟姊妹，有时咱读圣经。咱无亲像约翰遮尔敏感。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咱听咧拄久，安尼无无明，迄个话就过去。但是兄弟姊妹，当你听到耶稣讲 ：“I am， 我是 ，Ego eimi autos。”恁会记得牧师已经甲恁讲几啊摆啊？我就是，我真正就是我家己。这是约翰福音，伊真特别的。所以将约翰将耶稣的迄个真特别的迄种生命的特质，伊将这个话，甲真清楚记来。耶稣讲：“我就是世间的光，见若跟对我的人，无搁再踮伫黑暗中。”耶稣讲：“见若劳苦背重担的人，通来就近我。”兄弟姊妹愿，上帝的圣神摇动恁的心，互恁对心中有一个期待。主啊，搁再讲，搁再讲，搁较清楚将你的话讲互我听。亲像耶稣对伊的学生讲道同款。今仔故事起头是咧讲起伫礼拜日的阴暗，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伫一阵真郁卒的人。第一个看到耶稣过我的圣经讲，伊叫做莫大拉的玛利亚，莫大列的玛利亚。伊伫梦里看到耶稣过我，伊走出来甲学生讲，无人要相信。第二，伫礼拜暗的中间，这学生因自责，伫一间厝的内底，心中惊吓，互相安慰。耶稣出现讲，愿恁平安。迄是第二摆。当然，迄个中间已经有人伫伊芒乌的路上的两个学生。因走倒来找这群人，应该讲，阮伫路年已经拄着，阮已经看到我的耶稣，伊安慰阮，伊对阮讲话，说我的心火热，我的目睭得着金。但是彼得无伫这群人，伊无伫礼拜日的透早伫梦里，伊嘛无伫礼拜暗伫迄个房间的内底拄着，因为彼得已经倒去伊徛起的所在。所以今仔圣经的故事讲，伫迄个清早的半暝的时，郁卒足郁卒，无法度等到天光的彼得，伊就甲伊兄弟讲：“啊，恁要去倒位救灾恁啊！我要来掠鱼。今仔圣经讲，我要来掠鱼。”这句话是一个形容，是一个动作，但这句话有足深的信仰的宣告，讲：“我要倒来重操旧业。”因为彼得本来是一个讨喜人，所以当彼得讲第3节，伊讲：“我要倒来拍，我要倒来掠鱼。”其实就是真正伊已经绝望啊！我苦苦跟随耶稣3年，我耶稣已经死啊，所以我倒来重操旧业，我来掠鱼。这学生。唔甘彼得的孤单，伊就甲彼得讲：“我甲你来。”照着圣经的故事记载，拿但业、多马、彼得以及约翰，因这个人伫天也未光之前，伊就各自啊出去，伫迄个湖面顶悬开始拍网掠鱼。圣经讲，因规暗拢掠无鱼。这种的意志消沉。这种的动作，就是好亲像咧形容咱伫人生中间无用刺刺无才工，
2礼拜前我甲恁读这段圣经讲，人伫一生走东走西，无用志气，无采工。今仔圣经的故事嘛是咧描写这种的人生。兄弟姊妹，愿咱的人生毋是无用志气，无采工，因为这个主耶稣来到咱的生命中间，伊要改变咱的生命。彼得甲伊的同学，甲伊的同伴讲：啊，我要叫倒来讨戏啊！因就甲伊讲：我甲恁来。圣经的记载讲，伫迄暝，因什么拢无得到，直到天光，直到天光。忽然有一个学生大声喊讲：恁看，伫迄个岸边是咱的主耶稣。今仔圣经记载，其实就是约翰伊讲家己，伊无讲约翰伊夸口家己讲，干那我是一个真有智慧、够敏感的人，所以我看到耶稣，我马上就知影讲，哦，伫咧远远的差不多100公尺的岸边，迄是耶稣。约翰伫遐讲，是主。圣经的记载讲，迄个时阵，彼得马上啥物拢无做。一个就跳落去水的内底。这段的故事，互咱想到，彼得看到耶稣行水面的时，伊嘛是第一个甲耶稣讲：主啊，若通互我，嘛亲像你行伫水面来就滚你。彼得一向拢是有一种真积极、毋惊死、深信的热情，但是伊嘛有意志消沉的时。兄弟姊妹，倒来到伫今仔日礼拜。牧师问恁的第一个话，咱感觉咱的信仰，敢真正已经坚定，会当帮助咱，无论咱人生拄着什么种的情景，咱的心拢无受摇动。关注的圣神帮助你甲我，这是无可能，但是伫人无可能，伫上帝凡事拢会。愿主的圣神甲恁做伴，伊望落你的稳定，互咱有信心、有愿望、有真爱。阿免嘛。愿这个故事诚做咱共同的故事。约翰伊无讲我，伊讲耶稣所听的门徒，伊记载迄个时阵，我看到耶稣的时，我就回头甲彼得讲：彼得，耶稣。约翰无跳落去，但是彼得马上就跳落去。圣经讲，彼得对迄个船的顶过，因为因咧讨鱼，所以应该因为外袍外衫暂时脱起来放伫边啊。彼得马上就将迄领衫下咧，然后就跳落去找耶稣。兄弟姊妹，故事对这个所在开始。后来门徒真紧，就将船搁倒来找耶稣。伫迄个时阵，大家拢点，无人敢问耶稣讲：耶稣是你吗？兄弟姊妹，你敢捌伫你的祈祷中间问讲：主耶稣，你伫什么所在？主啊，你在哪里？伫咱的人生中间，咱常常有这种的讨愧。咱问讲：主啊，是你吗？较有可能。你明明都老火，你明明都伫十字架顶悬断开，我嘛明明将你带伫咧亡人，较有可能。但是约翰讲无人敢问，因为因知影耶稣要甲伊讲，我死有3天要搁再过活。兄弟姊妹，愿这个主耶稣叫醒咱的信心。所以今仔日这个耶稣甲这学生做伙见面的这个故事，其实对咱做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要通过伊甲咱的交陪，重新建立咱的信仰，重建咱甲耶稣生命的关系。以前的彼得对耶稣是一个理性，是一个肉体。理性甲肉体的决定，会因为人的死就结束。
但是这个国外主耶稣出现了后，耶稣犹原做头一日，看到彼得，伊所讲一句话，因为耶稣看到彼得的第一讲，伊甲伊讲：“来跟从我。”今仔日的故事，耶稣甲伊讲道，甲伊鼓励，甲伊说明了后，耶稣嘛甲伊讲一句话：“来跟对我。”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敢真正深信？你有真心、真性、真力、真意来跟对这个主耶稣？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定心，甲咱的主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永远无法度搁互人阻挡。咱会深深相信生命的关系，这是约翰伊真特别的看见。愿天父上帝通过这个故事安慰咱，因为伫这段故事中间有一个足特别的一句话。耶稣3摆问彼得讲：“你爱我吗？”或者恁今仔倒个重新看这段话，伊3摆问伊，但是耶稣第一摆问伊的时，伊用一句真严肃的话，伊讲：“你爱我更深吗？你有听我赢过这一切吗？”还在注意这句话。耶稣第一摆问彼得的时，伊问伊讲：“你有听我赢过这个吗？”约翰无做解说，但是合理的解说，耶稣问彼得讲：“你有听我，搁较深听我吗？”伊的意思有足侪含义。因为伊拄啊落船，因为已经离开耶稣，因为佢定心重操旧业做讨戏人。耶稣问伊讲：“你有听我较深吗？”伊嘛是问咱，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愿意听耶稣赢过咱的节俭吗？咱愿意听耶稣赢过咱的家庭甲婚姻吗？咱愿意听耶稣赢过咱一生中间的任何迄种的利益吗？这是一句真清楚、真深的邀请。因为当彼得甲耶稣讲“我是”的时，耶稣对伊心中予伊的祝福，就是我目睭前、我头前一个人，将来要用伊生命来荣耀上帝。我阁讲一摆，互恁听。恁无论恁考试考偌好，都不足以成为荣耀上帝的人，还不够。毋是讲袂使，但是有一项，就是恁若愿意甲耶稣做伊学生。今仔日个彼得，耶稣最后甲伊讲：“来跟对我。你少年的时阵，你随随便便自由来行。”但是到你年纪大时，人要拔你的手，带你去你不爱去的所在。这句话咧讲，彼得为着耶稣放弃。耶稣甲伊讲：“你有一日将来，你要为着我放弃你所有的权利。你少年的时阵追求民主自由，你的欲望，但是到你年老的时，你只有是11个学生。”然后耶稣无讲出来，但是约翰甲伊用寡妇写起来。伊讲，当耶稣咧讲彼得的时，伊的意思是讲，这个彼得将来伊的死，伫12架顶悬的牺牲，是要荣耀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愿主对咱讲话。当彼得讲：“主啊，你知。”我听你的事，耶稣甲伊讲3摆。第一摆讲你饲我的囡仔，饲我的羊仔。第2摆甲伊讲你牧养，你管理我的羊群。兄弟姊妹，咱的囡仔一只，会晓生无一定代表会晓教。兄弟姊妹，会晓生都爱会晓教。但是咱无人出世，
都会晓做一个100分的爸爸妈妈。兄弟姊妹，耶稣将这个牧养羊群的责任放伫彼得的肩胛头。耶稣嘛甲伊讲：我将天国的锁匙交伫你的手中。你所开的门，无人会当关；你所关的门，无人会当开。耶稣讲：伫你的生命顶端，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建立一间为着耶稣来牧养任何需要的人的教会，好唔好？愿这间教会是每一个人入来，会伫这个所在，伊的生命会通得到满足。因为咱听到耶稣的话，伊袂当互耶稣的听懵着，因为咱亲像这个意志消沉的彼得，重新搁活起来。愿天父上帝帮助我。兄弟姊妹，今仔日的话拄则我有读过，今仔日我搁读一摆互咱听。约翰福音2章14节，耶稣问彼得讲：西门，你听我较赢遮的吗？兄弟姊妹，你该转做耶稣亲自来问你的话，好唔好？你该转做耶稣问你的这句话，好唔好？唔是牧师问你，是耶稣问你。你有听我吗？你有听我赢过这个世间吗？你有听我赢过你的职业吗？你有听我赢过你的婚姻吗？你有听我赢过你的爱情吗？你有听我赢过你的银行的口罩吗？你有听我赢过你的残忍处理吗？你有听我赢过你的自尊民主吗？兄弟姊妹，主耶稣问咱讲：你是一个心上学生，你来对我，你爱我为你做什么？咱敢会当甲耶稣讲：耶稣，互我一生滚对你。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伊的话真侪咱会使命。今仔圣经有3摆啦，但是第2摆这个圣经伫汉字的翻译叫做“牧养我的羊群”，毋是干那互伊食、互伊穿、互伊用，毋是。第2摆耶稣所用的这个语言，是一个真正属灵的语言。彼得唔知影耶稣甲伊讲这句话真正将来意思是甚么，但是耶稣讲：你牧养我的羊仔囝，将来我要将真侪囡仔、真侪新的基督徒、真侪想要认识耶稣的人，我将来要将因交伫你的手中。耶稣甲伊讲，照顾我的羊群的意思就是领导、管理、领导甲管理。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今仔这个耶稣所予伊的责任，后来我的阳光，全世界上出名的礼拜堂叫做圣彼得大教堂，伫罗马的梵蒂冈。恁敢知影？要入去个大门中间，恁第一个看到上大神的雕像就是彼得。因为传统上2000年来，所有的教会用彼得做第一个教会的教宗。第一个教会上要紧的信仰的老师代替耶稣，兄弟姊妹，愿咱的教会代替主耶稣，养饲咱的囡仔，牧养咱的囡仔，教育咱的囡仔，管教、责备，将上帝的道明明讲互因听。耶稣通过这3摆，伊的对话，讲你听我嘛。有人解说讲这个故事，为什么耶稣遐尼啰嗦问彼得3摆？有人安尼解说讲，彼得真见笑，因为伫耶稣受了迄年，彼得3摆否认伊是耶稣学生，因为看到伊的老师互人掠，罗马的兵仔甲伊掠的时阵，人问伊讲：你是耶稣学生吗？彼得会因为惊，所以3摆讲毋是毋是，我毋是。所以有人咧解说讲，耶稣为什么3摆问耶稣，问彼得？意思就是耶稣要安慰、要医治彼得的见笑，甲伊的信心。但是最后当伊讲了时，
耶稣甲伊讲：“来跟随我。”耶稣甲伊做预言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拄则牧师甲恁分享讲，独只有约翰福音有安尼描写耶稣咧讲话进前的口气。有的人拢直接写讲耶稣讲，但是因无写耶稣伊讲我实实在在，这是一个足强烈的强调。出现25摆，伫约翰福音中间25摆，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希腊语新约的圣经实实在在这个字就是阿门，阿门。英语叫 truly， 就是意思就讲实实在在，真的，真的，我真正甲你讲。兄弟姊妹，耶稣甲彼得所讲的话，你少年的时怎样，你年老的时要怎样？这句话我无全部拢用出来，但是我要互兄弟姊妹用这段话做祈祷。主啊，我的少年的时阵是怎样？啊，我年老的时阵会怎样？而且你捌想过这个问题吗？我的少年的时阵做好命，但是我的年老的时阵做歹命。哦，兄弟姊妹，唔通安尼祈祷，对不对？咱爱甲上帝讨讲，主啊，我少年的时阵虽然是放荡唔捌，但是到我年老的时，我的目睭拿金，我拿亲信，你是我的主。所以彼得的人生对咱来讲，就是一个故事。原咱来到主的面前，耶稣甲彼得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你少年的时阵家己捌，意思是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你也要去对，你可以对。但是耶稣甲伊讲，独你到年纪大年老的时，你要真自愿、自愿去选择十字架的道路，你要伸出你的手。”甘愿为着十字架来受掠受绑，人要拖你去你无爱去的所在。兄弟姊妹，这句话讲了基督徒甲2000年来教会一个上奥妙的十字架的智慧。这句话叫做放弃权利。真侪基督徒无法度享受十字架荣耀、尊贵、甲明白迄个智慧，是因为咱有真侪坚持，咱无愿意放开这个双手，互主来使用。咱对真侪的利益有所主张，但今仔日个圣经耶稣所互彼得的一个宣告，其实叫做放弃权利。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这个意思。愿天父上帝对你讲话，圣神对你讲话。恁有看到这个寡妇19节？因为这句话当时耶稣无甲伊讲解说清楚，但是因为约翰比彼得嘅活足侪年，伊到年老是伫一个岛屿办摩岛屿，伊伫遐互关监到伊年老，所以有真侪时间去回忆。有真侪时间去想象，有真侪时间去想耶稣所做所讲的话，伊的真正意思。所以约翰将这句话写起来，19节，伊先看赴。当然，耶稣当时有甲彼得讲来对我，但是约翰佫甲伊做一个解说。伊讲耶稣甲彼得讲这句话的时，伊是咧讲起我的。兄弟彼得，将来伊的生命要荣耀上帝。也这你愿意你的一生会发光吗？你愿意你的家庭、你的生命所做所行所讲，会当归荣光予天父上帝吗？咱未堪得，咱嘛唔敢把握，但是咱会当甲上帝讲阿门，对不对？咱会当甲耶稣讲阿门。耶稣，我遮尔未堪得，我是遮尔粗俗的人，但是你若愿意，一点点啊，我所做的好来归乎你；一点点啊，我所做的好来归乎你。耶稣讲：伫小事顶悬尽忠，
伊才会当伫大树顶悬尽忠。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兄弟姊妹，咱拢搁一概决志讲，我要做基督徒，好毋好？咱搁一摆，定心问你家己讲，做基督徒这年日中间，我用什么种的态度、方式来过我基督徒的生活？兄弟拼命，你若愿意对今仔日开始拼命做基督徒，你一定袂后悔，因为当咱真心、真性、真力、真意，所以讲连你无做的，连你无讨的，我嘛拢已经为你备办，因为你成就我的国，甲我的义。你想象袂到的，你毋捌为着自私的缘故，甲上帝祈祷的，上帝为着你的疼，伊甲你备办。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定心决志，每一个人家己决志家己的部分，你免替你的囡仔决志，因为你替你的囡仔决志无一定有效，你会当鼓励伊，但是你袂当替伊做决志。咱每一个人，咱甲上帝讲，主耶稣，你若愿意我改变，主耶稣，你若愿意改变我，主耶稣，你若愿意我的生命改变，主求你接纳我伫你面前的祈祷，主。你知，兄弟姊妹，为着咱的生命做这个决志。当耶稣甲彼得讲：“你来对我的是彼得迄头脑毋知是迄个100智商150、160的，伊马上就活过讲：耶稣啊，若伊咧，我对你的是你爱我手红咧，掠去北，掠去牵去我不爱去的所在。伊活过看到约翰，伊甲讲：耶稣啊，伊的将来会怎样？会轻分，会计较。”会怨妒。耶稣讲：“你专心对我，这个人的将来怎样，甲你有啥物关系？”耶稣就甲伊讲：“你专心对我。”所听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3项祈祷：第一，咱的生命需要耶稣的氧气，咱需要互耶稣的疼摸着。当咱搁较深明白耶稣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深，真正认捌耶稣的疼了后，咱的生命就要互这个主爱包掉咧。咱的生命永远要有一个满足甲幸福。兄弟姊妹，当咱要仰视别人进前，咱爱先得到仰视，这是今仔日的故事。耶稣先叫醒、唤醒彼得、约翰、拿但业甲这个多马，这个人受耶稣定心的唤醒了后，因的消沉意志，因定心得到洁净。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主的面前，互主仰视咱，然后咱欢喜对耶稣的脚步，做耶稣所做的代志，祈祷耶稣所祈祷的代志。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讲：“主啊，若通互这个杯离开我，但是无照我家己的意思。主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我的生命，亲像伫天里。愿咱亲像耶稣，因为咱的耶稣要做咱的大牧者。今日圣经以赛亚第40章31节，伊讲天父上帝要亲像羔羊的，抱咱伫伊的行径。”互咱安稳自在，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要做咱大牧者，伊甚至要互恁做父母，互咱做中级的人。圣经讲，慢慢带遐个互羊仔第3章，慢慢带遐个互羊仔食灵的意思，就是讲遐个羊母，羊母就是咧饲羊仔囝迄个羊母。伊讲带这个羊母。互迄个饲羊仔囝的，伊嘛得到养饲。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伫今仔圣经中间，兄弟姊妹，敬虔、安静，常常听候上帝圣神要对你讲话，就亲像耶稣来到彼得因的身边，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当咱若谦卑、敬虔、安静伫主的面前，
咱要听到上帝的声。兄弟姊妹，祈祷上重要，毋是讲话互上帝听。祈祷上重要，是伫咧安静的时，主耶稣伊要将上帝的旨意，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愿你咱每一个人拢有即种的福气，会当听到主的声。愿咱听到主的声的时，咱无着惊。伊讲少年的时，你家己把照你所爱去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到你年老的时，你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你要为着上帝的国度来放弃你的自由，放弃你的权利。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勇气赏赐予咱。我将寡妇摕掉，约翰福音2章19节，我将约翰所写迄个寡妇甲伊摕掉。我用一个正面的耶稣对咱所讲的话，伊讲：当恁来跟对我的时，恁的生命就要荣耀我天顶天父上帝。现在你相信吗？你愿意吗？你愿意，互你的囡仔，伊的一生所行所做，是要荣耀上帝吗？愿天父上帝，即时求咱来跟对伊。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听到主的声，看到主耶稣，咱对主耶稣讲：是你吗？愿咱听到彼得所听的话讲：你听我较亲吗？愿咱伫主的面前，咱问主耶稣讲：主耶稣，我的将来会怎样？愿圣神帮助你，帮助我，帮助咱每一个人。咱愿意。甲主耶稣讲，主，我愿意。也这讲会出嘴吗？主，我愿意。愿咱伫主的面前，照耶稣的交代，做耶稣做做的事。耶稣甲彼得讲：饲我的羊仔，照顾我的羊仔，管理我的羊仔。兄弟姊妹，咱来做伙来建立一间。真正是咧栽培基督徒的教会，好唔好？愿咱甲上帝讲，甲主耶稣讲，是主耶稣，我欢喜也好，我无欢喜也好，这拢是你交代我做的工课，对不对？愿这间教会是养育、管理、照顾人的教会。使徒行传20章28节。伊嘛是约翰所，这是路加所写的话。伊讲圣神已经设立咱，做你的囝儿，做教会的监督。恁爱警醒、谨慎，照顾上帝的教会，因为上帝的教会内底每一个你的兄弟姊妹，伊拢是耶稣所听的。愿咱做伙同齐，做耶稣爱咱做，照顾耶稣所教予咱的。无论是第一摆来，无论是拄拄信主无偌久，愿每一个人拢伫主耶稣的听来得到祝福。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耶稣，阮恭敬来读约翰福音21章，阮来回想这个记载伫福音书内底的故事。阮看到你对你的门徒所讲的话，阮对心中嘛对耶稣你讲阿门。因为你实实在在通过这个故事，嘛将这个阳光的权柄放伫阮的手中，在阮手中所摕这个十字架，这个锁匙就要拍开真理活命道路的门。愿你赏赐属天的权柄。你掌管这间教会，找肯阮真做顾养的人。主，阮对你讲，我伫遮，请你使用我。我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请咱搁做伙用信息245首。信息245首，我前哪有10个，
调我南山去西，木匠的声我无爱听，无爱对伊去行。我情若囝放纵，无爱徛起家中。天父的声我无爱听，爱伫四界去行枪，去你吟传信。这时，请咱准备来奉献。
请曾牧师。我有头一摆甲咱做伙做礼拜的兄弟姊妹，咱今仔真欢喜，就是淡江大学的团契，佮有是林团长吼，还是林牧师，真欢迎伊带遮的同学做伙，伫今仔甲咱做伙做礼拜吼，咱请伊起来，互咱甲因欢迎吼。今仔日嘛有几位出外倒来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吼，强因夫妇甲囡仔倒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陪妈妈倒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咱真欢喜。我嘛有看到真久要倒来吼，兄弟姊妹，咱真欢喜，上帝照顾咱，大家拢健康平安吼。咱因为咱抑阁还没有恢复完全的这个平安礼，咱用这条诗歌吼。咱来吟这条诗歌。耶稣听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咱一生中，最大的福。带你真日感恩国度，哦，耶稣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愿主的听，点伫彼得，嘛点伫咱每一个人，点伫咱的家庭。几样代志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第一个，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咱教会年长的长辈祈祷。所这姊妹最近因为一段足长时间无甲咱做伙做礼拜，少少有咧继续关心，有听到讲所这阿婆吼，伊最近可能是有失智的情形，有时伊会变做习惯去食面仔纸，吼，伊会贴迄个卫生纸安尼，吼，我想人到一个年纪有当时做无意识中，毋是咱所了解，咱中间嘛有亲人，因为年长开始无方便的时，有可能就无法度过咱传统伫咱的家庭的生活，吼，咱来为着咱的长辈，咱做伙来祈祷。主，阮为着阮年长的长辈。因为年老的时所拄着年老的情景，阮毋甘，阮祈祷。上帝，你是阮活命的主，若通求天父上帝，互阮的士大人，阮的长辈，会当享受生活的尊严，因会当有健康的灵魂。至圣的天父上帝，听阮恳求。阮恭敬将所有年长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神来陪伴、来照顾。主，阮恭敬将因交伫你的手，愿主你三甲伫地，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也是咱的教会这段时间，囡仔差不多升学的这个考试拢已经放榜咱来为着即届放榜开始准备要进入新的一个阶段，无论是要升高中，无论要升大学，吼咱为着咱遮个囡仔拍扑吼，因为因做认真，吼，因做认真，咱求天父上帝祝福因伫头前所要行的道路，吼，咱来为着因来祈祷。咱为着今年要升高中，今年要进入大学。每一个囡仔来感谢你，主，你真正是恩待阮的教会青年，因为细正的态度、认真的本分，
因嘛有敬畏上帝的心。主，阮首先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你有照着因会认真听因的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愿这个囡仔献做活祭，正做上帝你的使用。愿将这个青年、青少年拢交伫你的手中。主，阮知因的人生还阁真久长，阮要恳求圣神因带保守，互因一生有诚实、正直、敬畏上帝的态度。阮恭敬感谢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即礼拜生日的人，詹天比老师有伫咱中间啦吼。咱来为着詹天比老师来祈祷，阁有即个张成吉师娘，无恁请恁坐伫遐好无？阁有刘老师吼，恁敢要来头前，还是牧师去甲恁祈祷？咱来为着这生日的人祈祷好无？咱做伙詹天比老师要来头前吼。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的生命何等的宝贝，特别伫生日的时，阮献上感恩的祈祷。阮为着你，互阮的年日，伫你的面前献上阮检讨、反省甲感谢。求天父上帝祝福这个生日的每一个人，主求你的圣神祝福，互因伫生日的祈祷得到上帝你欢喜来听。主求你保守照顾，互因伫主你的面前温上加温。主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主你互这个细囝以及这个长辈，无论老人囡仔，拢伫上帝你的恩典的中间，领受上帝你的慈爱。主阮恭恭敬敬将这生日的每一位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互因所得到恩典的杯是满满、甘甜，阁有滋味。也愿主你赏赐因智慧的心，手捧救恩的杯，甲人分享因生命福分，互人知因是上帝你手中宝贝的囝儿甲查某囝。赏赐圣神，互因得到保守，灵魂体拢健康。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詹老师，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耶稣爱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咱来请报告，咱来请报告。即时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记载伫周报顶面，请咱家己来看。本周的聚会祈祷会拜三8点要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游园也是暂停。早间班7点半要伫教育馆的2楼。圣港的后师后礼拜司会是陈中心长老，领诗是圣经班，司琴是陈慧安姐妹，司献是庄主助甲胡素基执事，交代是第一周爱餐游园暂停。新眼光的读经表以及每日的灵粮，请咱照听书表顶面的进度来读。集体交通。韩国田牧师有来讯报平安，兄弟姊妹来问安，请咱大家继续搁为着韩国教会来代祷。8月2号有中职会甲圣餐，请大家准备心。奉献报告记载伫周报的顶面，若是有错误，请咱会计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请咱搁继续为着台湾甲世界会当来度过肺炎即个感染期来祈祷。第二，也为着咱中华中会50周年的时间继续代祷。请也为着咱教会身体欠安的年长的长辈以及兄弟姊妹来祈祷。第四，请咱也为着咱教会青少年因学校的课业来祈祷。嘛为着教会适婚青年的婚姻代祷。最后，请咱也为着咱的姊妹教会韩国福林一甲德克达亚教会来祈祷。即时，请咱做伙来吟上人的信息。
507首，因根归圣父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当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列岛闭会。